湾是宝岛，但是因为全球极端的气候，加上台湾特殊的地形，所以台湾将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区。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，台湾自然灾害的土地面积，甲面临灾害威胁的人口超过9成，伫世界排第1。所以要安怎对待这块土地，是咱大家拢爱好好思考的问题。 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，有268座，密度是世界第1。美丽岛屿有丰富的森林生态，甲清气的水资源，形容住伫这个宝岛的咱，也过因为乌白开垦、乌白草，造成土地严重伤害。再加上台湾土地较矮，地形特殊，极端气候和台湾变成自然灾害高风险的地区，甚至是世界排名第1。所以讲，水土保持的教育真要紧。水保教育要推广、要宣导啊。 政府的人力财力是有限的，一定要结合外面的企业啊、民间团体，还有教育单位啊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要安怎卖以发展经济为名，牺牲宝贵的自然资源，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课题。业者也希望讲透过教育来改变囡仔对待土地观念，建立正确的水土保持知识。农业会是希望讲会使集合政府甲民间的力量。 将水保的种子为学校扩散到社会各角落。